可以居高臨下欣賞到維港兩岸。嚮往半山區生活嘅你，唔好錯過以下呢條片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如果想每一日起身都可以欣賞到我心入邊維港兩岸嘅景色，不過半山雲景道嘅海點峰會一個唔錯嘅選擇。今日我哋參觀一間係三房套，罕有嘅橫廳，不論喺你用膳或者休息嘅時候，都欣賞到維多利亞港。缺少咗玄關嘅部分，所以令到家私都靈活咁擺位。可以善用埋窗台嘅部分，令到單位更加實用。雙排嘅廚房設計喺廚具上亦都保養相當新淨。旁邊就係工人房，有獨立嘅浴室，連接住客飯廳嘅走廊。首先會嚟到浴室部分，係有窗。我哋今日參觀呢個單位，3間房同客飯廳嘅景觀都一致，而2間細房安放咗床之後，都仲有唔少嘅活動空間。現時業主叫價係2900萬。若果要居高臨下咁望到港九兩岸嘅城市景嘅話，海點峰會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影片就分享到你呢度。若果你想親身嚟感受一下嘅話，可以聯絡我啦。